就是每天都盥洗、洗澡，保持卫生干净，大家都有去用，大家都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可以多一点的话是更好。台南市呢，目前的列车街友一共有251个，那其中呢有145个呢是在街头生活。好，当然市府呢在社会局这边呢也全力的协助街友，可以让我们街友们呢离开这一个街头，让他们过得更好。我们设2个街友服务中心，在南区跟新营区。这2个服务中心呢有配备社工员，还有配备一些设备，让我们街友呢可以做短期的庇护。那比较难得的是呢，在我们台南市火车站的前面呢，有一个街友自立生活服务中心，这个是在今年首创，全台湾呢也只有一个。包括说呢，街友访视，尤其呢天气热或天气冷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社工人员出去呢探访我们街友。街友呢如果需要职业服务，我们会帮他做职业训练。还有呢，街友如果需要沐浴，我们呢在这镜头里面有看到沐浴车。那街友如果需要其他许许多多的服务的话，包括说疾病，包括说返乡等等呢，社会局这边呢都会竭力为我们的街友达成他们的一个需求。掌握施政3分钟，台南进步向前冲。在很多县市、很多地方，我们都有看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。那这个地方，我们特别成立了台南市首创生活自立支援服务中心，能够让我们很多好朋友来重新走入社会，那也为这个社会贡献心力。我们社会局一定全力来配合，在这个地方生活自立支援中心能够让这个地方经营得更好，服务更多的好朋友也服务更多的市民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碧纯，欢迎收看7月9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。台南400限定店伫爱国妇人会馆正式营运，内面有超过50个品牌，175种商品吸引民众热烈选买。市长黄伟哲也特别担任一日店长，他家推出消费满额，阁有送物件，邀请全国的朋友来台南旅游。台南市长黄伟哲穿着台南400威士裙，伫柜台头前替民众介绍，这间店非常特别，开伫爱国妇人会馆内面，为美食、工艺、礼盒等品项，拢跟台南400有关。买了那个旅行的颈枕、芒果干，还有一些吊饰，里面东西各式各样，然后一堆纪念品可以买。我可能会买里面的乖乖吧。台南400限定店是企业、文创产业以及地方的创新成果，会当让人感受到斗阵台南世界交杯的热情。文化局跟他家推出消费满额，会当得到台南400吉祥物。为了迎接台南400，那很多的民众，或者是商家，或者是商圈，或是文创纪念品，其实我们都努力来推出来。总共现在有50家店家来参与，提供了175项的品项。那其实这些都是让人家非常爱不释手、非常喜欢的一个文创品。除了台南400周边商品，民众嘛会当使用文化币，购买文化局高职区的门票，欢迎全国民众来到台南做旅游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台南市东区复兴国小弦乐团7月10号将伫高雄卫武营举办音乐会，有70位学生甲音乐家带来超过20首的乐曲，为了呈现上好演出予观众朋友，这几天弦乐团拢非常认真的排练。今麦就透过镜头，请记者带大家先来欣赏。社区活动中心内面传出悠扬的乐器声。台南市东区复兴国小的弦乐团，正在替7月10号伫
伫高雄为武营国家音乐厅的演出做排练。过去为着展现练习成果，和兴国小弦乐团每当结合社区甲家长力量，筹办年度音乐会。也毋过，伫2022年，成为台湾第一个登上为武营国家音乐厅的国小弦乐团。这次连续3年能够获得国家音乐厅的认可，能够荣登在卫武的音乐厅，是我们的所有的团员的一个努力哈。还有我们货务员会会长，还有我们的干部们一起同心协力完成这个壮举。那一路过来，看着孩子在乐团的成长，会让我感受到，在复兴国小弦乐团，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学习，是一件非常幸福而且非常重要，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自由奔放的音乐，多元跨界技术展现，一直以来拢亲像外界好评。今年的年度音乐会更扩大举办，邀请到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教授苏贤达，和知名口琴家李让港台演出。那这一次有机会受邀跟大家一起演奏音乐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。看着他们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优越的这样的一个演出，都觉得非常的欣慰啊！就台湾的整个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教育啊，就是有非常的大的一个提升。我们有经典的电影名曲《辛德勒的名单》，然后此外呢，我们也请李让教授呢改编台湾民谣的《天黑黑》。所以呢，想必呢，在跨界以及在经典的部分中，又加上各种乐器的融合。这次表演曲目也很多，然后也要担当起自己的责任，所以其实也有一些压力，但是我也是乐在其中。经过乐团同学的练习，要把音乐之美分享出去，同时确保音乐会演出顺利。背后上大的功臣就是家长后援会。不管大小事务，拢总包办，希望会当造福大家精彩音乐响应。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。台南市的海岸路伫结束地下街时间以后，政府就用艺术来介入，进行景观改造，并且成立海岸街的美术馆，到今已经迈入20档。因为今年是台南400，所以市府都发觉特别加入河港的元素。用城市的故事为这开始作为主题，新设立13件艺术的作品，将伫13号正式开幕。海洋街的美术馆对2004年成立以来，已经是国际知名的艺术街区，而且获奖无数。伫迈入20档，阁是台南400即刻，台南市都市发展局为请都市艺术工作室所规划展览。今年以民族路到府前路段的海岸路，并延伸到运河边以及大良公园，持续完成13件艺术作品。并纳入河港的元素，希望展现城市的故事对这开始。台南的话，这个位处在南边，所以气候是比较炎热一点。因此呢，我们希望说，透过晚上的光影跟水的结合，来展现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主题。那我们这一次的 logo 就是城市故事从这里开始哈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今年刚好是台南400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展览也是台南400系列的之一。为将今年海岸街的美术馆徛伫城市故事的起点，甲军队艺术作品的主题，互大家来感受台南的过去、现在甲未来。都市发展局特别召开记者会来宣传，其中开幕主角作品《时空瀑布》，用持续不断的生命活水来描写都市的变化，嘛是一种都市奇迹。美术馆的地址就在5条港，在台南的市中心区。那所以我们会以水，还有那个它整个河港的港道的那个概念出发。那所以很多艺术家的作品，它就像有一些艺术家他可以跟民众作品可以跟民众互动。那坐下来，它会有船的那个声音。那我们也会有一个很大型的瀑布，就在运河。运河上面有一个就是瀑布的一个特展，那这也是我们的主题，透过水、光影跟光影的流动，能够把我们过去台南400的一个透过水的串联来叙述一个都市的一个发展的故事跟过程。
台南经过4个世纪，最终是无变的存在。今年海岸街道美术馆7月13号将正式开幕，也请你做回来现场体验有声光、科技、互动等精彩艺术作品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病人自主权利法伫民国1808年实施以来，只要年满20岁意愿人，伫意识清楚的时阵，经由医疗团队预立医疗照护咨商，并且签署预立医疗的决定，注记伫健保卡的生效。过去必须爱自费，不过为今年7月开始，4大对象嘛纳入健保给付。台南市立病院家庭医学部的医师孙文龙表示，过去伫病人自主权利法实施进前，国内的善终法案只有安宁缓和条例，就是有2名医师判定已经到生命的尾期，才会用按照病人事先签署的意愿书，或者是家属代签的同意书来剔除卫生的医疗。但要进入生命尾期，对着病人甲家属拢是一大煎熬。现在有病人自主权利法的通过，对着新增加4大类的疾病患者甲家属，提供另外一条善终的道路，也就是病人会用有力医疗的决定，按照自主的意愿，圆满达成善终。最重要是要让民众去了解说，他如果事先做了这个决定，未来他有什么样的权利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要经过这个咨商，这个咨商呢，基本上除了医疗团队啊，医师、护理师、社工师或心理师以外，基本上呢，医院人本身最好能够有一个2亲等的家属过来。那为什么要2亲等家属？最主要就是说，因为2亲等家属对，大家可以讨论，也知道说原来这医院人他的想法是什么。那因为我们之前安宁缓和条例呢，最重要就是说，有时候长者他签了这些东西，家人都不知道但是他到了急诊室后已经没有意识了大家也不知道，所以大家都在那边各自的打算还有各种背景的压力啦，所以造成说即使他签了这个，好像就没有什么用处。那这一次这个新的病人自主权利法，基本上就是说，你家属一起过来，大家一起讨论当他知道说，原来他的想法是这样。也许家属对他的决定不一定完全赞同，但至少知道他的想法。即使到时候真的需要用到了，至少大家知道这是他的想法，可以减少一些家属之间的压力。那他的病人跟家属之间的和谐也很好。台南市立病院对2019年提供民众自费的有力医疗照护咨商，现在对7月开始，健保给付有力医疗照护咨商的政策上路。健保署针对4大类的对象，将提供1生1次的有力医疗照护咨商的健保给付，希望民众会用多加利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中央新闻在基隆。中嘉新闻在台北，中嘉新闻在新北，中嘉新闻在桃园，中嘉新闻在台南，中嘉新闻在高雄，忠实呈现最佳新闻。每周六下午1点，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，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，最有人情味的报道。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。台南市有一位61岁女士，因为正手边顶面的巴肚痛，前往过综合病院挂急诊，检查发现有胆结石合并急性的胆囊炎，使用抗生素加手术治疗。出院的时阵，医生吩咐新饮食爱少油，3个月后患者已经会当恢复正常的饮食。过综合病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张玉玲表示，急性胆囊炎发现原因是因为结石卡伫咧胆囊管，随着胆汁滞留，胆囊内底细菌滋生，造成胆囊发炎。主要症状有上腹部痛痛、正边的肩胛头甲后背痛痛等。痛痛情形尤其容易发生伫咧食饭了后20分左右，有以上的状况，就有可能是罹患急性胆囊炎。典型的话，症状上可能就右上腹痛或者上腹痛，那它有可能超发期在饭后20-30分钟，那有可能会牵扯到右边的肩膀的地方也跟着痛。那比较厉害，有的人会发烧，有的人不会。那可能来到医院以后，医师会透过一些检验，甚至超音波来做诊断。
针对急性胆囊炎治疗，医师会采用抗生素、注射补充营养等等。若是患者身体状况稳准的话，医师建议进行胆囊切除术，也就是胆囊引流术进行治疗。胆囊炎的治疗一般，基本的话会让病人不要吃喝东西，点滴帮忙营养，然后抗生素治疗体内积聚的感染。那处理的话，如果病人的症状轻微，那没有一些共病，那麻醉风险也不高，会建议早期就进行胆囊切除术，把胆囊跟结石永远除掉。那如果病人的身体发炎起来已经蛮严重了，那身体也不太适合开刀，就会用胆囊引流术，度过这一波急性期。但胆囊结石还在他胆囊内，日后可能会提醒他，还要再留意再次发生问题的机会。医师提醒，胆囊结石可能会引起这种的并发症，患者应该少油、高蛋白食物，莫避免长时间无食物件，以减少胆结石的发生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台南市向环境部争取2.5亿的补助，同时甲台达电合作签约，预定今年11月底，全台南市37区将陆续完成电动汽车的充电站，而且上紧的充电设备。和市长黄伟綽表示讲，连一杯咖啡15分钟内就会当甲电充饱。随着能源转型的趋势，电动汽车挂牌逐年成长。不过，车主最担忧的还是充电桩的数量不足。不过，现在台南市向中央争取2.5亿的补助，预计在全市202处公有地设立充电桩，而且是37区，每一区都有快充，成为全国唯一。该工程案8号在环境部副市长和台南市长见证，市府交通局和台达电正式签约，要打造台南成为全国电动汽车充电站的示范场域。相信台达电的配置一定是配置得很好，那也可以让我们包括北部来南下的民众的电动车驾驶，还有我们自己台南市的电动车驾驶，都能有一个非常这个友善而且非常好的这个充电环境。台南市拿了2.5亿那其实我们环境部总共也才5亿而已，所以大家给王市长鼓励一下，台南市一个是拿了我们1半的经费。经过公开招标评选出来的厂商台达电总投资超过7亿来设立充电站，还有后续的维护管理，当中还有2座充电规格回馈升级到350千瓦，提升充电速度的40%以上。我们提升了这个规格，比标书的规格呢再提升50%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用11 k 瓦的充桩来取代7 k 瓦，我们用200 k 瓦的充桩来取代120 k 瓦，我们也提供了全世界同步的最高规格的充桩，350 k 瓦的充桩。那刚刚局长讲 ，Model S 100度大概在10分钟、15分钟之内就能够充饱，那这个大大的改善了，尤其是在台南，它作为南北的交通的枢纽，在里程的焦虑上呢，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。该合作案预计今年11月底完成，可以符合市面上各种电动车的充电需求。除了是车主的一大福音，也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伫这个手摇饮料非常多现在，可能真侪人会怀念囡仔时代纯粹简单的滋味。高雄市前金区有一间营业将近1甲子的传统冰饮店，是真侪人学生时期的记忆，会当讲是50年代星巴克。炎炎夏日，来杯透心凉的绿豆沙牛奶。这间坐落在高雄前金区深旺巷巷口前，营业了将近要1甲子的传统冰饮店，是过去许多人学生时期的回忆，可以说是当年50年代的星巴克。下课回来就是先爱吃冰啊，啉木瓜牛奶，吼，来啉了食了啊，再回去厝。然后下班下课来，这乡村拢嘛，一堆拢嘛学生囡仔，爸爸妈妈都带来这边吃冰，后来他们读国中，前进国中的时候也是。就自己来了，学生都排队啊，
我老婆在那边擦边，我在那边切水果，回想起来是很好。绿豆与牛奶在果汁里搅动着，再加上一匙碎冰，完美的融合出细致的口感。老板表示，每天一定要亲自熬煮1锅绿豆，做出最新鲜美味的绿豆沙。我们的招牌是我们的绿豆沙牛奶跟红豆沙牛奶，都是我们自己纯手工熬煮的。口感的话，其实绿豆沙这种东西是见仁见智啊。我们的东西是保证喝起来是口感绵密啊，它不是冰沙那一种，它就是有一种绵绵的感觉。就是还蛮清凉的啦。在这个手摇饮店朵朵开的现在，这种传统冰品店已经成为了稀少的存在。但是在过去，这些古早味饮品是许多人小时候的最爱，每天都要来上一杯。老板笑着说，他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已经在喝了。应该是说不是从小吧，是还没出生就开始喝了，妈妈肚子就开始在吸收了这样。早上一定要喝1杯木瓜牛奶，中午一定要喝1杯绿豆沙牛奶。你看我吃的那么壮，你还记得小时候喝到的味道吗？有空来到前金区的神旺巷附近，不如来到访这间古早味饮料店吧。记者孙军高雄报道。家人两线国小有一座欢乐兔仔园，内面有育婴房、兔仔活动空间、甲运动亭，互囡仔伫观察甲观爱兔仔过程当中，得到难忘的经验，同时嘛体验到生命教育。感谢你收看7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，我是陈美纯，咱再会。